为了要照顾时大人的健康，这新竹市举办健康食补评选活动，各社区的里面利用这营养佮健康的食材，配合潮市的在地农产品，设计出适合时代的菜色，佮找专业的营养师来替大家选出好食佮营养的健康料理。五谷饭、卜啊、冬瓜、果、豆腐等等丰富的菜色，这拢是专门帮时大设计的菜单。边仔有写各项料理的营养成分，参加比赛的团队嘛，甲大家绍介家己设计出的菜色。这实在是南瓜加迄个磨镰豆，磨镰豆，这豆腐，豆腐，这就是青菜，青菜，这水果，予老人食饭就是营养最重要。第二就是简单。我就是甲冬瓜切做细块，搁鸡肉切做细块，甲剁剁的，希望烂，加一寡盐，加一寡葱仔煮，安尼老尾仔人伊就喙齿较歹的老尾仔人嘛挺好食。照顾时大健康需求，小市卫生局举办健康食谱比赛活动，邀请社区志工来帮时大设计适合的菜色。营养师讲，时大人喙齿较无好，除了爱经较嫩的食材以外，营养嘛要平均。我们都要均衡摄取食物的6大类，不管是水果啊，或者是白饭等等的。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挑选比较嫩的部分啊，或者是利用肉锤拍打，让它组织比较软化，然后就可以帮助长者比较好吞咽。还是要摄取其他的肉类，比如说像黄豆制品啊、豆腐，或者是我们的鸡、猪、鱼这样。营养师提醒大家，年岁愈大，愈爱加食蛋白质较高的食材，来帮助修复、保护筋肉组织。这摆经过比赛调整的食谱，未来嘛会分享出来，放伫网络顶端，让大家参考，做伙关心时代的健康。记者朱君豪，新竹报道。